又有人問，好，如果根據資助模式咧，香港嘅安老院舍主要可以分以下4類。津助院舍，呢啲係由非政府機構，即係 NGO 所營辦嘅，主要來自政府資助，院費當然係實惠啲啦。而入住咧都係要經社署嘅評估同埋輪候。第二類咧就係合約院舍啦。呢啲院舍嘅營運權咧係透過政府公開招標，批俾非牟利機構或者私營機構所營辦。裏邊嘅宿位咧同樣係要經過社署嘅評估同埋輪候先可以入住到㗎。非牟利自負盈虧院舍，呢啲都係由非牟利機構 NGO 所營辦嘅，收費咧就相對地比合約院舍同資助院舍高啦。但係佢哋營運目的咧都係造福社群嘅。第4類，即係你成日叫我帶你去睇嗰啲咧，私人院舍，由私人公司所營辦啦。收費方面當然有唔同嘅選擇啦，所謂豐儉由人。呢度要留意啦。政府亦都會同部分嘅私人院舍合作，就係所謂嘅買位計劃啦。計劃係政府向合資格嘅私人院舍購買床位，目的係增加資助宿位嘅供應。呢啲計劃要求私人院舍有較高水平嘅服務標準，例如人手啦、空間啦，即係我哋所講甲1級嘅院舍概念啦。咁甲1級同甲2級嘅分別就係甲1級嘅要求相對嚟比甲2級高嘅。馬位院舍我哋點樣去分辨呢？社署咧會提供個標誌，佢係會寫咗社署資助。當你見到院舍有呢個標誌嘅時候，咁你放心，佢一定係社署名下馬位院舍嘅名單裏邊噶啦。記住呢啲政府資助宿位咧係由社署分配，自己就咁走入院舍係攞唔到噶。明白未？明白瞓覺啦。